后来，这个台中火力发电厂的烧炭量超过标准，台中市政府已经罚款2届。到伫改善告期日过了后，台中市长罗秀燕公党话咯，讲要来废止发电厂2台机组的使用许可证。罗秀燕讲，只要是违法，拢无得参详。台电的董事长亲身来回应，讲若停掉2台的机组，这热天供电会真严。讲台电无排除，要向市府来提出损害赔偿的诉讼。我们宣布废止中火2部机组操作许可证。台中火力发电厂土炭用量超过标准，台中市有捌开2摆罚单无效，市长罗秀燕宣布废止中火2部机组的使用许可证。为了捍卫我们中部人的健康，有我在，没得商量。违法就是违法，如果台中市政府不执法，就变成我们在包庇。罗秀燕表示讲，中火的土炭许可量到今年11月底已经达到1108万吨，超过标准的1104万吨。进前市政府开2摆罚单，总共900万，这摆依法废止许可证。面对市政府提出这款动法，台电董事长杨伟虎亲身回应讲，若停止2部机组，热天的送电会出问题。我们原先规划明年春夏停1部机，2部机组撤照之后又少了1部机，台电公司必须做各种紧急调度处理，才能维持供电的稳定。台电表示讲，市政府106年核发的许可证写甲真清楚，土炭的使用量是1600万吨。今年市政府家己改做是109年起减4成，搁摕自治条例土炭的管制量列入空污法处分中火，台电不排除提出损害赔偿的诉讼。市政府这摆硬要处理台电，毋过老百姓更较关心的是未来有可能面临限电的危机。